这件蓝衫是老祖宗的智慧，我们不改。 我们不改良，我们是叫做时尚化。将超过60年岁月的老蓝衫视为珍宝，设计师黄子环娓娓道来正统蓝衫之于他深刻的情感。女儿出嫁以后生了孩子，那娘家的妈妈家人会买衣服啊给她做满月，然后呢，妈妈往生年迈的时候，就会由女儿买寿衣回来给母亲。 穿，从小孩子穿到老，都是那一件。一套衫裤道尽客家妇女分担家计、得劳力，甚至负责下田农事的辛劳。袖长及只是因为那个避寒、遮蔽寒冬跟太阳烈日。那回折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方便。如果2个夫妇的话，他可能只有3件裤子，因为1件在晒。客家本色可见一斑，勤俭质朴，含蓄保守。 富贵一点的人家有金银扣，寻常人家用布扣，甚至就地取材，就用这个香角。我看过我的祖母这样子做，这样子，它就是一个香角，就是扣子。所以即使设计得与时俱进，改良的蓝衫因需求讲究曲线和花色。 黄子环始终坚持莫忘根本，然后这个地方有出头哈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出人头地的意识。就是要坚持。对，总爱坚持，梦想天朝会实现。只要有信念，梦想一定会实现。总爱坚持，梦想天朝会实现。我唔错。因为深爱，所以坚持。黄子环珍惜蓝衫是客家文化的基底，把自己的设计长才当媒介，希望先人的蓝衫智慧 源远流长，总爱坚持，梦想天朝会实现。总爱坚持，梦想天朝会实现。